是最王道的做法的时候，要把它明示突出数位浪潮席卷全球，媒体也历经时代有所变化。自媒体发声，创造对话空间，但引用的资料是否符合智慧财产权规范，让大法官蔡明诚来告诉你。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会有一些那个网易的那个名称的使用，那有些人他已经固有的一个人家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名称的话，你就要去把人家抢注他的 domain name 的话，那这可能就会构成侵害。那再来另外在网络上，比如说你可能见过一个网络的买卖的平台，那即使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进口的东西，那你进来以后可能冒用人家的名称，或者在网络上贩卖特定的产品，那也可能会侵害到商标。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与白丝带关怀协会举办的2022数位创世纪学术与实务研讨会，这回邀请大法官蔡明诚来说明著作权及营业秘密等，让民众在网络上活动也能确保自身著作财产与避免侵权。即便是现在很夯的元宇宙，民众在享受网络自由言论、游戏与会议的同时，也得遵守产业秩序。因为元宇宙可能大家知道那个，它已经取代到另外像以前 FB 然后其他的一个互动模式那当然现在发展中也不是，不晓得会以后发展什么那个程度不过就要以现在来看的话，过去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的侵权还有相关言论的保障应该一些基本理论还是可以用。我只是说对新兴的一些形态可能各位要留意说，因为在网络上大家都说虚拟的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虚拟这个有弊有方，其实可能人家会有一个循线去查明那个来源所以你不管你去盗用人家的东西啦，或者说去有一些谎冒的行为还有包括可能有一些不雅的影像，或包括一些所谓侵权的言论都可能会被追踪，而且会被诉诸这个法律这个相关的处罚这2天的论坛，因为今天针对的是内容的策略，昨天的数位创世纪还有包含论文发表，主要针对的是整个的影音产业的经营的趋势和策略。那今天第2天是针对内容的部分，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希望看到在新的一个元宇宙的想象的空间当中，在节目上面可以有哪一些制作的可能性，甚至在行销。那可是另外一块也看到的是可能碰到的风险，包含这个智慧财产权的维护，或者是在人权议题的一些彰显。那还有在美感上面可以产生哪一些新的火花？会议采线上线下模式进行，透过演讲 Q&A 来解说传播自由。为期2天的研讨会也针对元宇宙的创新、行销、儿少等各项议题探讨，丰富大众视野观点。记者温俊台北报道。